哎，这在先辈。留下多产茶到呢。哟，在先辈，或者在菜了呀。菜嘞。或者在菜。你说知道哪个这么多哎？那会。好。你说你要吃哈？你说讲这份话像电视，你讲你要什么？人也是。要么钱听得到了。而且我还没要么到这，我还能到大陆票怎么钱到了？没路这也后来讲，没路啥呢？都一时啊。都一时了。啊，备婚啦。备婚了。人车上去没备啦，车上在。哎，没也养脚了。养脚么？不脚么？哦。脚了么？香脚么？好脚了么？长脚么？根脚了么？根脚。今年路上呢？要来路上。你长脚呢也没来长，我给也长得好个天的，他的么？在路上再后来讲。那我小兵了呢？小兵。小河边。小河边。哦。这个的么呗，这有什么子么呗？这是呢？长脚，要么北影滩就么长领导了。哦，北影了。北影滩。哦，北影滩，也长脚到。哎呀，没来带呢，也要不成路才当啊。那在这人家，那在这人到底还好，那个观察的不到底。那我的东西，我当下接我当接我。哦。他接我的对，那他接怕有中国。哦，有我都不吃鸡呢。我就是不还了。加工都不吃鸡工啊。鸡工，这到鸡，他的老哎。一发到了的，你对这了的，我那好几季的嘞。好几季。好几季对对包个，没知道了叫中国嘞。哦。我们等到了菜的了，就怕中国的我摸嘞。我来呀。呀，那路得吃呢，你路在哪呢？找不到工啊。在哪找到了？找到哈。路在哪在熟了。路在哪熟这个在那找到了。啦。路在现在只能找到一季，那时候才知道2季。在那没过，为什么没来拿？哦，那没过是啦。不吃对面都多，生猪面都多了啦。也有。那才几多了？那早点。哦。也我长多了么这？我长这。没有1亿是了200亿啊。200亿啊？对呀。没200亿是半了。200亿那要对我小狗来。哦。没是半我的。让嘛，昨夜没在10路也是半了搞就让。不要我对我小狗的。